乡亲这2天若要坐中营航空，就要先打电话去问，才袂白走一抓。继续来看这个不当的动产处理委员会早起针对中国广播公司是毋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以及财产是毋是不当处置，再一次来举办着听证会。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亲身来出席，伊讲伊来做董事长之前，中共就已经毋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国民党就无搁干涉咯。赵少康讲，若真正要追究，应该找当时批准卖中共土地国民党的前主席李登辉，以及当时投管会主委刘泰英。中共监视国民党附属组织董产会今日搁开听证会，嘛提出历史文件来做证明。令经本会调查，中广公司之人事、财务、业务亦受国民党实质控制。中广公司之董事长人选由国民党总裁蒋中正直接指派。中共董事长赵少康亲身出声，强调讲中共伫2005年底卖予中时英利集团了后，就唔是党营事业啊，一直2006年底卖。我到中广，民国96年以后，国民党没有干涉我们任何的业务，干涉任何的财务，干涉任何的人事。我的个性也绝对不会容许他干涉，谁能干涉我啊？中共名下38笔的土地董产会质疑是不当处置，应该收归国有。中共前总部也就是即卖地保顶土地，应该搁扣将近80亿。包含大安波送会馆、仁爱路基地之国有地，被中广公司于87年至94年出售给第三人。经查，出售金额约89亿元。股票我们市场上买来的，你说没收就没收，我们股东怎么会受得了？冤有头债有主啦，哦，李登辉请客要我赵少康买单呐、地保这是李登辉跟刘泰英搞出来的啊。我们这边还有当时李登辉批可的公文啊，刘泰英撒钱，赵少康还债，天下有这样的事情。不满董产会找上门，赵少康若认为讲要中共买了较贵，更加呼吁董产会应该去追查当年批准卖地国民党高赞，唔是拢针对伊。